網上資訊睇到眼都花晒，唔緊要。我哋又有超過500個港澳家庭成功經驗，精選咗30個樓盤，幫你匹配避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5星級，今日出發去睇第一個。我哋今日嚟到呢個樓盤咧，叫做中澳春城，佢距離港珠澳大橋關口咧，大約15分鐘車程。關鍵係咩呢？關鍵係而家夠平啊！小區係大型嘅社區，泳池、會所、球場、跑道、兒童樂園一應俱全，滿足晒一家大細嘅所有需求。但係佢有啲咩優點，有啲咩缺點呢？我哋上去睇下。